隐者之意，天下无道则须隐。孔子义，正因天下无道，故不能隐。盖其心之人，既不忍于忘天下，亦不忍于必为天下之忠于无道。白话释义：常举、桀逆两人作对在田中耕，孔子路过，叫子路去向两人问前面嫉妒处。常举说：“那直骑在车上的是谁呀？”子路道：“是孔丘。”常举说：“是鲁国孔丘吗？”子路道：“是的。”常举说：“那他自知嫉妒之处了。”子路再问桀逆，桀逆说：“你是谁呀？”子路道：“是仲由来逆说：“是那鲁国孔丘之徒仲由吗？”子路对道：“是。”桀逆说：“你看那水流滔滔，天下都是一般，和谁来辩更他呀？而且你与其跟从鄙人之事，何如跟从鄙士之事呀？”一面说，一面不歇地把土。子路离开两人，把来告诉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506。孔子怅然停顿了一会，说：“鸟兽是不可与同群的呀。我不和那天下人同群，又和谁同群呢？若使天下已有道，我也不来和他们有所辩更呀。”七。子路从而后，欲丈人，以丈何由？子路问曰：“子见夫子乎？”丈人曰：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孰谓夫子？”执其杖而云。子路拱而立。指子路粟，杀鸡未熟而食之，见其二子焉。明日，子路行，以告。子曰：“隐者也。”使子路反见之。至，则行矣。子路曰：“不是无益，常幼之节，不可废也。君臣之义，如之何其废之？欲竭其身而乱大伦。君子之